就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是到高速公路局的交控中心来视察，颁发着加菜金，感谢着值班人员牺牲假期。蔡总统是期待这个高公局会当来满足着国人通行的需求。 来到高速公路局交通控制中心视察，总统蔡英文发加菜金给辛苦的值班人员，感谢因在过年期间也是来上班。从昨天对各位来说就是挑战的开始啊，因此我今天特别来我们的高工局，我看这段时间最忙的，除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团队之外，我看我们的交通团队恐怕也是最忙碌的啊。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7天连假无法度出国，敢若会使留伫国内佚佗，国道可能会出现塞车。今年因为疫情再加上气象预报，春节降雨几率高，那我们预估呢，国道部分的路段比较容易发生拥塞。建议就是说，南下的部分就是下午再出发。 好，那北上的部分，它初3到初5的时候，早上出发，是不是可以避开拥塞的一个时段？高公局长赵兴华亲自和蔡总统和交通部长林佳龙做报告，嘛希望民众会使伫出门进前加注意路况的资讯。